射客機今日下晝將會完成生產工序，喺上海面世。由陳家珍同大家介紹一下。呢架由中國航空工業第一集團研發嘅商用載人噴射支線客機，可以坐最多90人，設計航程係1200到2000海里。預計09年第3季開始載客，並且正式大量生產。所謂支線客機，即係指座位喺50至100個，飛行距離喺600公里至到1200公里之間嘅小型飛機，可以用喺國內航線。客機叫做長鳳，寓意鳳凰矯健飛翔。呢個名係由全國11萬個網上提名之中，以18萬票勝出。國家有關部門已經制定緊相關嘅措施配合，包括興建更多小型客機機場、減低建設費用，同埋增加小型客機數量。有線電視記者陳家珍報導。旺角波鞋街重建已經講咗10年，而家終於落實。